大家好，歡迎收聽。今次我哋嚟傾可能好多人都會遇到嘅課題，究竟熱心幫人係咪好事？你有冇試過，好想幫一個朋友，好想拉佢出嚟，但點做都好似冇用，甚至越幫越忙，自己仲越嚟越攰。今次故事主角阿輝，佢有個好朋友，成日沉迷賭博，越賭越大，生活開始失控。阿輝睇在眼內，好心急，好心痛，於是佢主動約朋友出嚟，苦口婆心勸佢戒賭，同佢講再咁落去翻唔到轉頭。阿輝揾我嘗試了解朋友內心嘅真實狀況，出嚟嘅答案就係：第一，對方根本冇改變嘅意圖；第二，阿輝介入人哋嘅因果，原來佢朋友嘅潛意識根本唔想改變，佢仲享受緊賭博帶來嘅刺激，或者用緊呢個方式逃避緊自己嘅問題。而阿輝嘅熱心介入，其實都係浪費時間和心力。阿輝之後決定同朋友保持界線，唔再借錢，唔再勸佢。佢冇切斷關係，但佢學識退後一步，內心默默祝福。真正嘅幫助唔係拼命拉一個人上岸，而係尊重佢嘅選擇，同時保護好自己。有時我哋嘅熱心可能只係滿足咗自己想拯救人嘅需要，而唔係對方真正需要嘅。愛可以有好多種形式，有時放手，有時保持界線，反而係更深嘅祝福。如果你都想學習點樣有智慧咁幫人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哋一齊從潛意識學習關係嘅課題。我哋下次見。